我要吃水了。讲嘛，你听的是一周哦。讲一周啦，江中人咩？講一生日頭。唔講我一周啦。佢講一生日頭騎腳頭做神社。係啊，講一周啦，一周當有神啦。一周當有神，佢講愛都來哦，安尼講。我家下張20歲，我講唔怕，我家嘛你們窮樣，你愛做咩幹你就愛做。係啊，結果真的愛做。因为又胖，然后又嫁给他，天天晒太阳，这样，然后又给那个三个，啊，你老公说这是日光浴哎呦，家到安尼咯讲下哟，一年份啦，很后生啦，后生都本钱，后生来变路诶，人家来享受。冇按睇啲啦，冇按睇啲，冇聽睇啲的啦，都沒打鼓的按睇啲啦哈。這樣，媽媽教你，安尼啊，手打開來，哎呦，啊，好痛哦。这是最小力了。阿伯。你不会的。哦，可以拿就愛安尼，好舒服哦。这个又要去。那時候我阿姨回去印尼的時候。把我们两姐妹的照片那些都带过来台湾，就给人家看。这个更好笑，我跟你讲哦，这一张的哈，这种照片拿去那个台湾看了哈，太露背那种，他说不行，要老实的，然后就改这一张。哦，这个可以，这个蛮老实的。他说台湾过看到都被改衣吧。只有两个可以選而已啊，2選1啊，係啊。一個我妹妹比較白，比較漂亮。她妹妹比較白啦。比較白，我比這有年紀啦，她比較黑啦，較土嘅啊。唔係白，佢上到江東邊啊，生日頭唔強糊啦，喺頭嘅拍嘅嗬，唔耐做唔耐曬啦，糊嘅唉，周天拍啦，反正都按糊嘅咩，糊都來嘅啦，唔強。唔係啦，較強啦。哎，唔係啦，較會做啦，愛啲啦，唔是講愛當料理。很香哦，大虎香这一阵子最香就这个味道。那么个配？雞絲。雞絲啊，中草莓甜本的飼料啊。村長又較臭嘞。哎呀，这个健脾是公斤啊，草莓子啊，对应的地方啊。看啦，錢落去。
种搬四铁咯？四铁是唔会啦，很伤伤。我开死啊！我开到3码，累到盲从。哦，这个刀法就是利落。我老公他怎么拉的？大概慢你10倍吧。鸡丝提我还爱加200包，再鸡皮我还爱再加2样皮料，还忙得死啦，开始而已啊，起步而已啦，还没起飞啦。天池乖乖，迄落去沉水的吼，要吐满啊！看天落是啦，讲中年啦，冇中又少，中落去咩少？你不会？哇！找死！你爸爸妈妈走到暗样，唔可以点数哦。哎，妈妈叫你，儿子，是下雨。妈妈叫你，寄出去。阿婆叫了，妈妈哪会叫那种？好了。人民家过来看，上到台湾像天堂一样的，不是做旅游室。看那个连续剧的嘛，什么做马鞋，做个党派条的哦，上到个来台湾很好，个马鞋变水小童，唉，做落去哦，拍唔得嘞。好热啊！快点啊！我都吃饭给我掉呢。啊，点了吧？啊，其他都好。俺老公大伯讲一句话，忙得死呢。以前的老人家很会讲这句话，忙得死。哎呦，哎呦！哦，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差唔多10多日哈哎呦，對呀，日子耐呀，3、4日嘞，哎，對呀嘅。不过你自己要尽量避免啦，会痛的动作尽量避免。我差不多根本很叻嘅，是很買皮料，都没有好好休息了啊。也還冇可能好休息。做草莓啊，就是膝盖啦、腰啦，最容易受伤。哎，cái咩都，哎呦，哎，都嘅係那。我们这边看很多啦，草莓龙大概这种痛的部位在哪里啊？大概都差不多。其实有时候我自己手痛也没办法，我还是要看了，也没办法，这种东西职业上的困难了，也没办法，真的也没办法。啊，给你做热敷哈。
谁帮你看功课？没人，自己看。你妈妈呢？妈妈不会看，你爸爸呢？也不会。你先头做唔踢啦，你都按部头做啊。如果很矮了哈，是这样，很快。换它是这样，慢动作。这个吸收动作较大，又扣到尾死安尼，慢慢的。你看。因为草莓苗，按辛苦久啊，过几半年，差不多噶半专业的都开始要种石坡呀，关键时刻都压下了。爸爸就按多少，我按2块。铁曼过去的，它会哇哇叫。我那么快了，按夹的，你都还嘎嘎嘎嘎嘎嘎。没有快一点的，看，摆一个臭脸给我看。是不是还会软痛呀？无奈何啦。来较现的喂，现的啦，唔会借位啦。忙啊！你都忙，那叫多忙了。没脏啊。他就是这样，你看。这不是一样？你都没么干啥？我没睇摆空你做些从上面，佢一看有出毛有脏毛，我都解講唔記得得個望遠鏡。實在電到好真見乜杜木衰啊！了了个事情都无钱要安尼做，命要做人哦。
做到特辛苦，连木都冇水足啊！啊，伊都你讲美术下一台啊，就变个是啦，都特死做啊，一年头前有咩头嘅准备当中，所以讲也就较真实的，紧做点去啊，做就炒嘅啊，啱啱嘅紧做啊。我的动情在那流水，不断地向你倾诉。迄甜落去就要唱歌，迄当甜个要试菜啊，对吼？要见唱歌，不然啊，不呢，好风流莫水流。喂，风啊呀，吹动我的短发，嗨，嘿。哎，没有拿出来签名，我不要签啊！哦，他们两个很难喊了。哎，你的功课啊，可能我有半年以上，从来没有看功课。这么个很久没看了，我这边要看这个什么？鸟族，鸟会啊，鸟会挣脱呀，挣脱啊，浅弦。剪一同懂了。哦，都是你们不会读书，不会叫妈妈。你较早就要写功课，妈妈有时间都教妈妈。做了个5关，嫁过来这边差不多没有几个月就怀孕了。哎呀，5关要上要叫，啊无条都要叫。时间倒回，我真的不想嫁过来。有时候哎，心都很有面对的事情啊，都要讲出来。哎，讲出来都不会讲，大家都很cực大的艱苦，要講出來。大年都會有賺啦，賺我家用嘅過來呀啦。mỗi nó mà mỗi xong một cả trong sinh bi sĩ mà nãy chả cho già ở nhìn ăn bông xìm ăn pan để cả mỗi cá to ăn dàn hay mà ngà bà ngài mày sử dụng đó con ngài trong chả gì nhiều cô lại thời bản đi mà khai yên tu hẳn yêu thôi and con nhau ngày ăn này là đi cà phê tôi đi cà phê theo bài cha sư con không sao Giang Huệ là na hay đúng chuyện ấy nhớ kêu xuất lại không bố là Giang Huệ là con ngay trong đó bảo mỹ thì quay gần nhẹ ấy lại chăng màu sáng làm cô tòa chiêu từng xịp e cha cha
飞袂行，敢讲是命啊！故乡的山，永远拢徛伫遐。阮的心才只有五山来听。你若要有好时大，免等好行。世间有我小的嘛，上好命。坦坦心讲要来吃，啊有爱你无伫遐，口出声，无人笑，命命，啦甲你笑啦笑命命。阿姨要唱会叫啊！要要唱那条歌，你会叫你上到。哎呀，要上到。要啦，得来个唔伫個米度麥雞啦，哎呀，上咗啲即件啲米度麥雞離開恩怨啦。袂啦，全部要上，那又没上。哎呀，有阿妹声音来说分命。哎啦，阿妹摸吼叫，安尼啊，一家叫都冇人知啊。哎呀。上海老工作较急头要做好来啊！错没出世就开始见命，见帮助，见身体呢，见食药个啉水，个说要做几半年呢？你觉得难做吗？你头都上了，头我都快上了。冇啦，这个不用来人摘苦瓜啦。撩老皮都唔叫做，出门就跌起嚟，没偶尔常常啦。幾多點？5點20分啦，加5分鐘講到嘅，時間很長啦，唔怕啦。基本就基本不用講埋啦。當多好講啦，講唔得實。哎呀，還是誰妹對誰妹較了解。男人永遠不懂女人的心，就是這樣。哎，总算赚，无聊。玩的话有这么高的哇？不是啦，白开水就以后的啦，没按后面啦。董事长站来了。哎，yes。大家都做噻，他好工作排第一。落娘呀！迄游览3日2只做来日都开始的，哎呀，总比做细行较忝。一点的罗曼蒂克都没有。他有啦，我自己种的花，对吗？他会剪一朵花啊，送你1朵花，都安尼听听。要惊喜啊！每一年都一样，要换个背景的啦。印尼特有种，你们个太太是印尼人啊，20代种的，婆婆渣渣呀。那虽然伊唔会说安尼栽，要不要打折？这样啊，
那安那打，俺老公啦，2020。真多呀！还有婚姻啦。我按过。難得要嘅緣分來叫我結公婆人都嚟好好嘅過下去啊！誒，落地實結都退下咧，到時都係退下嘅意思啦。係啊，都不想，昨天我老公可能第一個我當上過一家嘅咩事，佢一啱埋啲體貼啦，都係以後，係啊。我爸我妹從頭係我認識過，因為敬拜了你，我主要隨到日頭賽師傅，當主張放起來食主，用人家嘅寶貝，食爆了爆實，沙皮嘅2-3公斤，愛將嘅我關鍵進阿妹餐上，用夾實，阿妹講，佢就落去客山啦。要小心，不要太快，慢慢来就好了。莫睡觉哦，少转点路嘞，慢慢跑。快点！好的。逢安太那扶下伊。碰嘅作用都唔好上錯啊！長弓哦，唔係弓當刀，長弓啊！颱風來行較快。要什麼颱風嚟吧？難講，我都讀幾廿擺，同我一樣像鬼不卡人，從早忙到晚。就是那種見布咩的多做嘅布咩的，見布檔，結果係都下晝頭下呢全部被人樣像。按不到11點我都開始看，見落太熱都見看。冇水母哦。那水母，碰嘅全部乾汪汪嘅，撞好來啊！我死了！哦，誰丟我？啊，真係冇錯的。不要把卖很久，搬好了，搬到那个地带中间。肥肥的哈。不卷舌的滋。二声啊？对。你这块哈粗到没死呀？我不哪有能够？一张葵丝哦，这个不算什么。草莓种落去，我老公该还冇热冇热，
打你都给淋水淋到半夜这转。俺去年用专注的时间，10分都冇时间。哦，这下吼，热夏天呢，几10年你都抽下来。哎呀，我又唔会抽诶。哎吼，透气都要皮呀。嗯。大家好。不要用。他生气了。不给我来。大点的木能熬啊，真被什么突出啊？树没有脱，水没有脱，同样啊，农家人肢体向上的呢，谢谢都去练的了，有出好多钱呢，看来是。一年不如一年的嘛，身体没有卡开，所以我老公50岁啊，所以我讲吼，唔会做案发的啦，留条命啊，食饭树汤啦，安尼啦。没法度吧，吃饱做梦和没饭吃了，还好了，运动哎，做运动样哎。我希望爸爸妈妈在我们3个长大后把田卖一卖，因为做农很辛苦，换我们养他们，不用做事的。嘿嘿嘿。妈妈现金要穿300块的。蚊子啦，证据在这边。OK 了。还没啦。OK 了。还没啦。OK 了。你要怎么拍呀？你要马上洗澡。啊妈的！我打3出了。刘德威来。这个没有执照的，啊，毛毛的。你还洗了一管管。不用。nhà lai tôi kẹn tôi giờ là tùy chia cái đó. Thôi mà. 哦，我像被电到一样。哦，枪都来剪哦，这是你们4个才请到我剪哦。
别人我不要捡了。再怎么那么高的价钱开我也不要。怕捡回来赔不起。过来吃没？好凉哈。不错。呀，这个三胎的全身发出去，到创了以后大概都一粒的盐真转，孵出去的唔知家的转冇，人都系安尼，冇种又上到唔拉啦，种到身体都会灭坏。好了，大家吃饱了，出发了，上工了。电视关掉，采草莓哦。你的全部不会做煤啊？快点关灯，电视关掉。快点了，没办法了，快点，没办法抗议了。你睡咩冇4點鐘喺冇真點。唉，呀哈，没忙得死哦，会累死。哎呀，累到做狗爬嘞，无限汽车，无限脏货啊，很用好呢。最好是多一点可以采。不想采，讨厌它。吃饭了。
电视停住。当烂日头冇办法做杂啊，吃破鱼很少啊，品质vẫn唔好。像样个天时清好凉凉，冇时间的压力，天天的做。我全身都湿哒哒的。裤会湿，手手也湿，头哪也湿，那手变呛呛的，流心伤。冬天呢，肚子摇到会死。好饿啊！哦，等下不想吃草莓了，等下想吃沙拉、老饭，有海苔挺好。找到一家哦，找到10點人，11點嘅食，全家，將轉去食家細神。元宵節還記得，大家出去看娘娘，娘娘公婆都有天空，都見看蛋糕，見湯圓大吃包，跟民風咯，就這樣過。不然知好嘛？不然知，係嘛？驚喜啊！驚喜啊 ！surprise 啊！你英文唔咁樣講。還不信？不可能。垃圾。係咯。不行啦。好，你再来啦，小朋友啊，少年，你按到嘢未啊？唔好生疏嘅啦。
哎，对，来，啊 ，OK，啊，很好。我不会吃你的，你过来。好了好了，好。阿兰，请你再嫁给我一次好吗？我想想看呐。你要想，要还考虑看看没有？不能。好了，好了，我们导演名字，再一次拉人。我热死了。阿兰，请再叫我一次好吗？讲客家话啊！天哪，害怕！你这个活路会很黏的。真的，我比你更热。我来客家话。迄安哥一杯。莫讲咁多咧。阿蘭願意加即個加一百半啊！個開都啦，好實在，很不錯的，要感謝呀阿蘭啊，啊，是吧？老布卡整理打理的很不錯了哈。就这样而已啊。不过很勤劳了。忙的是啊。贴白哦。谢谢啦。那我会那个，安置税。安呀。大风起，把头摇一摇，把头摇一摇，风停了，风停了，又停止摇，不怕风，不怕风，不怕雨，立志要长高，立志要长高，小草，小草，实在是并不小。嘿嘛，风停了，只要不怕风，只要长高，那。